为了宣传这拉河将要登场的咸水嘉年华，市府选定永城戏院这样水的古迹来开记者会。根据了解，咸水过去提过魅力小镇，这回搁得到中央城乡魅力大赏的肯定，加上在地商圈有真侪特色商品，真值得行行踅踅。会中市长吴伟霆亲自出席，加真侪议员、社区学校以及商圈店家共同来推销嘉年华。除了体验小店观光，有食有啉，可以当抽机车顶大奖。大家耳熟能详的盐水风炮、跃进港灯节、月之美术馆之外呢，我们也开辟了很多购物的嘉年华，或者是许多的产业文化的活动，包括我们盐水农会的，包括意面的，包括小番茄的，还有包括盐水美食城，在都吸引了许多观光客的流连忘返跟驻足。那我们这次在10月16日的盐水魅力嘉年华，都更欢迎大家一起来品尝美食啦，逛逛小镇啦，享受轻松愉快的下午，这些都是值得大家能够一来再来的。咸水区公所表示，只要16号活动期间，伫咸水的店家起来是市集，无限金额消费，卡莫囡仔得当参加摸彩，包括电动机车、平板电脑、卡车等侪生活家电相当丰富，欢迎民众到场参加，将大奖砸回去。台湾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